大家好啊，歡迎又返到嚟50合1呢個頻道。今日開一個新題目，同大家講下最新一季我睇嘅電視劇。而家睇電視呢，實在有好多嘅選擇，兼且我哋喺屋企呢，成日都會碌住手機睇，專心唔到。所以呢，今次我呢個評分呢，就取決於我有冇專心放低手機睇電視嘅。第一套電視劇《The Pitt》匹之堡，男主角 Noah Wyle 係30年前 ER 人心人術其中一個由第一季開始擔正嘅男演員。ER 呢以前係明珠台逢星期二8點半到9點半播嘅一套急症室嘅戲劇，一共呢拍咗15年，頭8季呢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嘅。呢一套電視劇第一季有15集。每一集就代表急症室裏面1個鐘時間嘅故事。第一集設定由朝頭早7點鐘開始，由一群第一日返工嘅新秀醫生同埋男主角見證唔同病人出入急症室嘅故事，直到去第15集晚上11點放 shift 為止。我覺得呢個別集數係幾有觀賞價值。但係始終呢，關於醫生同埋急症室嘅劇集呢，市面都幾多，我會覺得呢一看無妨嘅，所以呢，我就會俾放低電話專心睇劇指數呢10粒星，佢會有7粒星啦。套劇呢已經係會開拍第二季，繼續1集1小時，日子呢就會係關於美國獨立日7月4號發生嘅事。第二季出年1月就會上架噶啦。有一樣呢，我要讚下呢套劇噶，就係通常嗰啲醫生故事呢，過咗3、5集之後呢 A 醫生呢就會追 B 護士，阿 C 醫生同埋阿 D 醫生分完手之後呢，就會轉頭就同阿 E 醫生一齊噶啦。因為呢套劇呢，總共得15個鐘嘅啫，所以呢就省略咗呢方面嘅情節，就要值得一讚啦。等咗足足2年，第3季嘅《The White Lotus》上星期就播咗大結局第8集啦。呢一套劇嘅創作人呢，就叫做 Mike White， 係響第37季真人 show Survivor 生還者裏面呢，以第2名嘅姿態完成嗰一季嘅。所以咁有計仔嘅佢呢，就分別響21年同埋23年拍咗第1、2季嘅《白蓮花大飯店》。劇集每一季都係一個獨立嘅故事，兼且有佢歌季嘅主題。例如第一季主力就圍繞住金錢，第二季就關於性，第3季係關於死亡同埋靈性。雖然每一季呢，佢個主題都唔同，但係每一季嘅共通點呢，都係第一幕就會有呢個遇害者發現案做呢個引子。呢條橋呢，頭2季其實我係覺得好吸引。因為呢個別攞晒演技獎嘅角色呢，係會令你一路追住個故事，希望最後一刻揭曉邊一個遭遇不測嘅時候呢，唔係呢個角色。但係呢，可能因為第3季嘅題材呢比較嚴肅，角色上面呢，所有人要去到結尾嗰刻呢先帶出個反差，所以睇起上嚟呢，特別覺得有落差。雖然套劇已經籌備緊開拍第4季，但係呢，我自己個人就恐怕呢，佢就會步之前 Nicole Kidman 有份做嗰套《Big Little Lies》嘅後塵，越睇就越冇癮。第3季放低電話專心睇劇指數呢，10粒星我只係俾5粒啫。觀眾呢，如果要睇嘅話呢，就建議睇頭2季就可以噶啦。但係又講時講，儘管我俾嘅分數唔算高，但係都要俾翻少少 credit 呢一套《白蓮花大飯店》嘅，因為呢個年代呢，由頭到尾睇晒成套劇呢，都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嚟嘅。呢套劇有8集，我都睇得晒，其實佢都有咁上下嘅鋪排嘅。正如好似之前煲到好大嘅《魷魚遊戲》第2季，或者《The Night Agent》第2季，甚至嗰個書店老闆由美國殺人殺到去法國，永遠都殺唔完嘅 You， 我都睇下都冇睇。就算佢出新嘅一季，我諗我都唔會睇返㗎喇。
跟住嘅呢套《Adolescence》係響3月13日，即係我生日嗰日推出嘅現象級電視劇。呢套 Netflix 嘅劇呢係得4集嘅啫，拍法同埋頭先嘅 The Pitt 係有相似嘅地方，都係一集一口氣講一個時間嘅事。不過 Adolescence 佢就推得再極致一啲，直頭一剔過完成一集。呢個絕對係功力嘅彰顯，整體台前幕後都好專業，將英國家庭倫理同埋社會嘅文化呢寫實咁樣表達出嚟。而英國政府呢又唔會介意公審自己，亦都要俾個叻佢。對於呢套劇推出以嚟呢，因為現象級呢，其實已經有好多嘅評論㗎，咁我就唔喺度再重複啦。例如13歲嘅男主角第一次拍戲點解可以咁厲害啦？哇！佢真係明日之星拍得住 Leonardo DiCaprio 出道咁犀利啦！我自己呢，就冇一晚煲晒嘅，其實都分咗3次去睇。但係對我嚟講，呢套戲就好似2年前港產片《年少日記》一樣。我就覺得每個人都好專業，但係因為我本身冇仔女嘅關係呢，所以我自己都係投入唔到，長期徘徊響打機 send message 同埋睇戲之間，所以放低電話專心睇戲指數呢，呢一套劇10粒我就係俾5粒半啦。By the way， 呢一套 Netflix 上邊嘅劇呢係英國嘅出品嚟嘅。對上一次呢，響 Netflix 都揾得到一套英國出品，而令我覺得好驚訝嘅呢，就係21年出品嘅 Behind Her Eyes， 係有6集，係非常非常之吸引嘅。盡管阿嘟姐話唔得，但係我冇理佢啊，我非常之推介。如果呢個煲劇指數話呢，呢一套一定起碼有8粒以上嘅，大家都揾一揾啦。Rivermind is a revolution in neurological science. I am living proof. 終於呢，就去到呢條片我最想討論嘅劇集啦，就係 Black Mirror 第7季第1集叫做 Common People。如果我剛剛講崩壞咗嘅應該返唔到身，咁壞咗幾季嘅 Black Mirror 第1集 Common People 呢，可以就一巴咁車落我塊面度啦。2011年呢，當時 Black Mirror 呢仲未俾 Netflix 收歸旗下，我睇完之後呢，其實係好深刻咁樣了解到科技唔一定可以帶嚟進步同埋方便，其實係可以令人被操縱、失去人生、失去最寶貴嘅自由㗎。自從 Netflix 接收咗黑鏡之後，上幾季已經冇啟發到我任何嘅思維㗎啦。直到去新一季嘅呢集 Common People， 我再次對未來呢充滿恐懼。首先呢，呢個世界最貴嘅嘢真係免費嘅。好可惜喺劇入邊嗰對好恩愛嘅夫妻就感受唔到中晒招啦。講返呢對演員呢，其實佢哋嘅喜劇前作呢，我係印象非常之深嘅。男嘅呢，做過一套叫做 The IT Crown， 好老土咁講啊，真係笑到我肚痛。而女嘅呢，之前有套 Parks and Recreation 都係非常之搞笑，大家可以呢揾返出嚟開心一下。但係可惜今次佢哋就響 Common People 裏面呢，冇咁好彩啦。女主角出場都唔夠幾分鐘，個腦就生咗個瘤，瞓咗響醫院，可能永遠醒唔返。竟然就響呢個時間，有間初創公司能夠免費提供新興嘅手術救醒個女主角，代價係每個月要$300嘅上台服務費。然之後初創公司就會響伺服器無線傳輸失去咗嘅腦部功能俾女主角。男主角因為太愛佢老婆啊，二話不說，諗都唔諗就答應咗。可惜兩公婆迎面而嚟嘅就係一連串月費唔升級嘅話，就會影響到生活嘅難題啦。劇情又去到女主角不由自主俾伺服器操縱，會無端端口述廣告信息之後，我嘅電話就響嗰一刻放低咗啦。然後一路代入呢一個未來，直到劇中。我睇完呢一集，覺得要維持健康，有錢醫病真係可以避免到好多嘅悲劇。呢一集呢，我個放低電話專心睇劇指數呢，10粒星有9粒。最偉大嘅係呢，
我睇完呢一集，竟然令我諗翻起一首呢30幾年嚟冇聽過嘅歌，突然間向我腦出現。首歌係夏韶聲嘅《講不出的未來》，大家可以響 YouTube 上面揾翻呢首歌嚟聽。就算冇聽30幾年，啲歌詞仲係好似講緊而家咁樣。Anyway， 大家一邊喺屋企睇劇，一邊可以做 home exercise。祝大家身體健康，下次見，拜拜。